个那个收房吧。小罗点的，带火的。七千800也慢慢越这个。吃了么啊？我看一下看看。哦，还在那边聊天呢，咱这没有空在聊天。没有，没有，旁边。哎妈，我们3个，还有那个老板娘在这儿，4个人在这儿聊天，还在聊。Mama
知道没有？要不跑前面的吧。他们两个要跳了啊！重新跳啊！你一起吧，3个一起吧。哎，电池电量低，电池电低了。小声一点嘛。低。学真跳嘛，要站在前面跳嘛。有在现在捏这个路径这个吗？可以用了。我觉得在光圈拍出来效果，你看嘛，在光圈拍出来效果不太好。这个吧。不在光圈拍出来效果不好看。我发给他本人了。去这儿跳嘛。晚上是在光圈好看。还看你摄影机，你看虚不虚化。要看虚化的话，起舞只有取点费，跟取点费跟嘛那个青梅竹马，青梅竹马他没跳，等会儿喊下个让他放那个。对，太多了。
拍什么节目的声音，然后节目然后带了小拍了个青梅竹马，还有番剧，好久没瞧了，番剧，感觉就嗯，还有九阳好学生，有些就火一段时间，直播我觉得直播永远拍不腻，那也不一定，拍直播。有都挺腻了。等会儿你调那个嘛，调那个青梅竹马。啊？头没有点不舒服。是吹空调吹多了，吹多了吗？没有。哦。都要进医院咋回事？我在看你拍个长马去上，我自己一个人没有上。原因拍长马去上，我自己上。大一条。要去整的吗？动画群就不火，我感觉。不是，我觉得给娃拍的话，我来现在是看他这人跳。我觉得给娃拍的话，拍得心悦。这种有也不跳。好的跳的。林子祝福也不跳。林子祝福嘛。林子祝福。我重庆话的是拍的太少了。你就学他们校巴那些，每个舞蹈都不写名字，就直接内容都不写，就系统推荐的，就那啥子，啥子歌掌舞啊，啥子舞蹈啊，就那种啥都不写。长马剧场太多了。拍那个拉萨那个拍的拍17000个视频，拍啥都不写，拍了马上就发出来就发。他根本不写内容，内容要么就是系统推荐几个，就点哪几个，管都不管他。啥都不写名字。啥都不写。写了反而不好，你像写一些文案那些，声音都没有，自己配，他自己配音。The music, the dance. 现在你们揣哦，但是没有音乐。这个活干啥呢？喂，商场那边拍，这边超市这儿，超市，下车嘛，我没看，随便吧，随手过去，随手可以，没有我们在这儿的，你看到我们不在那儿了，我们在中间，就在口子这儿，就在超市这儿就走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啤酒。新开的超市商店门口儿。我一起跟他们这儿。把音响放了，放地上嘛，把音响放到地上拍，他摆在后面，收音不好，吵皮。
子呀？这个，外面那圈，对对对，外面就是那个可以自动对焦的呀。你看 A 档嘛，你就放在桌椅把这个哦等一下放这个。M 档也可以，你就交通用惯，不是的。这个灯光不是。你可以加1.7啊，加1.7。可以不好看。如果加0.3就不好看了。咱其实还有修图的，他说一会儿不要呗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会儿嘛。他准备嘛？他那个都。吉祥。回去晚了嘛，没带，人家说。我走路啊，开车，这么近。你前面噻，我这个手不行，我说我要去车上拿个支架。